今日要同大家傾一個好嚴肅，但係又同每一個香港人切身相關嘅話題。最近我有個粉絲私信我，佢話：阿 Sir， 我今年50幾歲啦，準備退休，銀行個客戶經理係咁叫我買年金，話咩自製長糧，又話保證回報，講到天花龍鳳。但我返去同老婆一講，老婆就鬧我蠢，話年金即係呃錢，將啲錢鎖死咗，到時急用攞唔返，仲要俾通脹食晒啲購買力。到底年金係咪真係呃人嘅呢？定係我老婆太過保守？收到呢個問題，我諗起其實身邊好多朋友都有同樣嘅掙扎，尤其係面對即將到來嘅2026退休潮，好多人都心大心細。所以今日我就決定要做一期超級詳細嘅大解構。我哋唔講廢話，直接同大家拆解年金呢樣嘢嘅真面目。政府年金同保險公司年金到底邊個好？兩公婆點樣買先至最抵？如果你計錯數，退休生活隨時由嘆世界變成捱世界，而且係冇得反轉頭㗎。如果你想安安樂樂過下半世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概念，點解會有年金呢樣嘢出現？好多人覺得年金係呃錢，係因為佢哋將年金同股票、買樓或者定期存款搞亂咗。其實年金嘅設計初衷唔係為咗令你發達，而係為咗對沖長壽風險。聽落好似好玄，簡單來講，人最怕唔係死，而係死唔去但係冇晒錢。試諗下，如果你60歲退休，你有500萬積蓄，你預自己活到85歲，咁你每年大概可以用20萬。但係如果你身體好，活到90歲、95歲甚至100歲呢？後面嗰10幾年你食咩？年金就係用嚟解決呢個問題，佢係一種自製長糧，只要你仲有一啖氣，保險公司或者政府就要每個月俾錢你，做到你百年歸老為止。所以，如果你將年金當成係炒股票咁睇回報率，你當然會覺得佢呃人，因為佢賣嘅係安全感同埋現金流。好啦，既然知道年金係用嚟做長糧，咁市面上主要分兩大派系，一派係政府推出嘅香港年金，俗稱公共年金；另一派係各大保險公司推出嘅私營年金，當中又包括好熱門嘅合資格延期年金，即係大家成日講可以用嚟扣稅嗰種。到底邊個好啲？呢個係最多人問嘅問題。我哋先講講政府年金，即係香港年金公司推出嗰個。佢最大嘅賣點就係穩陣同埋即時。政府年金係專門設計俾60歲或以上嘅長者買嘅。佢嘅玩法好簡單，你一筆過俾一錢，例如100萬，下個月開始，佢就即刻每個月派錢俾你，派到你死為止。好多人話政府年金回報低，其實呢個係一個誤解。以一個65歲嘅男士為例，如果你投保100萬，現時嘅保證每月年金金額大概係5800蚊左右。你可能會話得5800蚊，我放100萬做定期都有4厘息啦。但係大家要留意，定期存款嘅息口係會變㗎。2024年可能高息，但係去到2026、2028，如果利息跌反落去1厘、2厘呢，到時你每個月收到嘅息就少咗好多。但係政府年金呢個5800蚊係終身保證嘅，無論外面經濟幾差，利息跌到負數都好，政府都要俾呢個數你。對於一啲完全唔識投資或者唔想再承受市場波動嘅老友記來講，呢個係一個非常強大嘅安全網。政府年金嘅內部回報率大概係4%左右，以無風險產品來講，其實係相當唔錯。不過，政府年金都有佢嘅缺點。第一，佢冇得抗通脹。5800蚊今日可能夠你飲茶食飯，但係20年之後，可能只夠食個快餐，因為佢派發嘅金額係固定嘅，唔會隨住通脹增加。第二，佢嘅流動性好低。如果你買咗之後，突然間想要返100萬出嚟俾個仔買樓，你需要退保，咁樣你就會蝕底，因為你要俾好重嘅手續費，隨時連本金都攞唔足。所以
我經常強調，政府年金只可以用你資產嘅一部分去買，絕對唔可以晒冷。講完政府年金，我哋轉個頭睇下保險公司嘅私營年金。私營年金嘅花款就多好多啦，有即期年金，亦有延期年金。而家最多人留意嘅，肯定係合資格延期年金，英文簡稱 QDAP。點解佢咁受歡迎？好直接，因為有稅扣。政府為咗鼓勵大家儲錢退休，只要你買呢類年金，每年最高可以有6萬蚊嘅扣稅額。如果你係交緊17%嘅最高稅階，買6萬蚊年金，就可以慳返10200蚊嘅稅。如果你兩公婆一齊買，大家都有收入，咁就可以扣12萬，慳返20400蚊稅。呢個數目其實好可觀，等於政府津貼你去儲錢。私營年金同政府年金最大嘅分別，通常在於回報結構。政府年金係100%保證嘅，你知得好清楚每個月收幾多。但係私營年金通常由保證回報同非保證回報兩部分組成。保險公司會同你講，預期總回報可能有4%、5%甚至更高，聽落好吸引係咪？但係你要小心睇清楚建議書上面嘅細字。所謂非保證部分，即係紅利，係受保險公司嘅投資表現影響。如果佢哋投資賺大錢，分紅咪多啲咯。如果經濟差，分紅可能會縮水。所以，如果你係一個極度保守，一毫子都唔想蝕，想100%肯定每個月收幾多錢嘅人，政府年金可能適合你多啲。但如果你比較後生，例如45歲、50歲，仲有時間去滾存，又想博取高少少嘅潛在回報，同埋最重要係想享用扣稅優惠，咁私營延期年金就有佢嘅優勢。跟住落嚟，我要講一個好多兩公婆都會忽略，但係超級重要嘅策略部署。好多夫婦買年金嗰陣係分開諗嘅，老公買一份，老婆買一份，各顧各。其實，如果你哋將兩個人嘅資產同壽命一齊考慮，係可以做到1+1大於2嘅效果。首先講扣稅，如果你老公係高薪一族，交緊17%嘅稅，而老婆係家庭主婦或者收入低唔使交稅，咁點算？根據稅務局嘅條例，兩公婆係可以合併報稅嚟用盡個扣稅額嘅，即係話老公可以幫老婆買，或者大家一齊買，只要總數唔超過12萬，而老公又係負責俾錢嗰個，就可以喺老公份稅單度扣足12萬，咁樣就可以幫家庭收入高過一位慳到最多嘅稅。呢個係第一層策略。第二層策略係關於年金受取人同身故賠償嘅安排。我哋中國人好避忌講死字，但係買年金一定要諗呢樣嘢。萬一其中一個早走咗，剩低嗰個點算？政府年金係冇得聯名買嘅，一定要分開個人名義。假設老公買咗100萬政府年金，領咗2年就心臟病發走咗，咁剩低未派完嘅錢點算？政府年金有個保證期，通常係講緊要派足例如105%嘅本金。如果老公走咗，老婆可以選擇一次過攞返剩低嘅保證餘額，或者承繼老公個戶口，繼續每個月收錢，直到收完保證金額為止。不過要注意，政府年金嘅身故賠償通常只係賠返本金加少少利息扣除已派金額，唔會有額外嘅大筆賠償。私營年金喺呢方面就靈活啲，好多私營年金都有聯合年金或者保單延續嘅選項。你可以設定，如果受保人，例如老公過身，保單直接轉名俾受益人，例如老婆，老婆可以繼續收到終老，甚至直到保單入面嘅錢派完為止。對於一啲擔心男人早死、女人長命嘅家庭來講，呢種安排可以確保太太喺老公走咗之後，生活質素唔會突然下降。所以兩公婆規劃退休，我建議可以用混合模式。例如老公65歲，想即刻有糧出，可以買一部分政府年金，貪佢高息同穩陣。同時兩公婆可以喺50歲左右開始公司仍延期年金，利用扣稅優勢儲一筆錢，到65歲之後再轉做年金收入。
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阿 Sir， 你標題寫住2026退休攻略，究竟2026有咩特別？其實2026係一個象徵，代表住未來幾年嘅經濟大環境轉變。過去2年，因為美國瘋狂加息，所以我哋做定期存款好爽，4厘、5厘隨手可得。好多人覺得使乜買年金啫，做定期咪得咯。但係大家有冇留意到，利息週期係會轉向嘅？當通脹受控，利息就會開始跌。如果你預計2026年或者之後退休，你而家面對嘅最大風險係再投資風險，即係話你今日做緊5厘定期，2年後到期，銀行可能只俾返2厘你。如果你依賴呢筆利息生活，你嘅收入就會即刻縮水一半。年金嘅其中一個最大功能就係幫你鎖定長遠嘅回報率。當你買入一份年金，尤其係有保證回報部分嘅，保險公司其實係幫你將而家嘅長期利率鎖死咗喺份合約度。就算將來銀行利息跌到0，佢都要跟合約派錢俾你。所以如果你預計未來幾年會減息，而家趁息口仲相對高嘅時候去鎖定年金回報，其實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。相反，如果未來利息升到10厘，咁你買年金就會覺得笨咗。但係問心嗰句，你覺得未來10年8年利息長期維持喺10厘嘅機會大啲，定係維持喺2、3厘嘅機會大啲？呢個就要你自己判斷啦。除咗息口，2026攻略仲要考慮通脹。我頭先講過，政府年金係定額嘅，會俾通脹蠶食，所以一個完美嘅退休組合唔應該只有年金。我嘅建議係金字塔式配置，最底層係最穩陣嘅，例如政府年金同長者生活津貼，呢啲錢係用嚟保住你有一啖飯食，確保基本生存無問題。中間嗰層可以係私營年金或者一啲派息穩定嘅藍籌股、收息基金，呢啲係用嚟對沖通脹，希望每年嘅收入可以增加少少，維持生活質素。最高層先係留少少流動現金做定期或者活期，用嚟應付突發嘅醫療開支或者去旅行。切記，千祈唔好將全部身家放入年金，因為年金最大嘅死穴就係鎖死資金。一旦你需要幾十萬做手術，你解約年金係會蝕大本嘅。所以我經常講，買年金之前一定要預留足夠嘅應急錢，通常係你6個月到1年嘅生活費，再加上醫療保險嘅儲備。跟住落嚟，我要破解幾個坊間關於年金嘅迷思，亦都係好多人覺得年金係呃錢嘅原因。第一個迷思，買年金即係同保險公司鬥長命，早死就蝕底。好多人覺得，如果我買咗年金，收咗2年錢就死咗，剩低嗰幾十萬咪俾保險公司吞咗。其實無論係政府年金定係私營年金，而家大部分都有保證回報期或者身故賠償機制。以政府年金為例，佢保證你攞返嘅錢唔會少過你俾嘅保費105%。如果你早走，剩低未派嘅錢會俾返你指定嘅受益人。所以早死會蝕本金呢個講法喺今時今日嘅產品設計下，大部分情況都係唔成立嘅。當然，你早死就賺唔到保險公司嘅錢，因為年金係設計俾長命嘅人賺嘅。你越長命，你就賺得越多，呢個係事實。第二個迷思，年金回報低過通脹，買嚟都冇用。呢個指控有一半係啱嘅。如果你單睇回報率，年金確實未必跑得贏猛烈嘅通脹，但係你要明白，年金嘅功能唔係增值，而係保本派息。你試下揾另一樣產品，可以保證派息派到你100歲，又唔會蝕本金。股票可能會跌一半，樓市可能會冧，債券可能會違約。年金係用低回報嚟換取極高確定性。如果你想要高回報抗通脹，你應該去買股票或者基金。但係你要承受老咗冇錢嘅風險，所以唔好用把劍去切菜。年金係盾牌，唔係利劍。你唔好期望佢幫你殺敵致富，佢係幫你擋住長壽無錢呢一刀。第三個迷思，我有強積金同生果金就夠啦，使乜買年金？
呢個係最危險嘅諗法。大家心知肚明，強積金平均每人戶口得嗰20幾萬，當你有5、60萬好未？喺香港生活，60萬夠你用幾多年？3、4年都未必夠。至於生果金或者長者生活津貼，那是政府俾你嘅零用錢，每個月幾千蚊，連飲茶都未必夠。年金嘅作用係填補強積金同生果金之間嘅缺口。你可以計下數，假設你退休後每個月基本開支要15000蚊，政府津貼俾4000，強積金除開每個月可能有3000，中間仲差8000蚊。呢8000蚊就係你買年金嘅目標金額。你要通過買年金，製造這每個月8000蚊嘅穩定收入，咁你嘅退休生活先至叫做無憂。好啦，講咗咁多理論，我哋嚟真實計下數，用2個真實少少嘅案例去比較下，大家就會更清楚。假設我哋有個主角叫陳先生，今年55歲，佢打算65歲退休，佢手頭上有一筆閒錢，想知點樣部署。方案一，佢選擇完全依靠政府年金，佢決定將錢做住定期先，等到65歲嗰年，一次過將200萬放入香港年金計劃。按目前嘅數據，65歲男士投保200萬，每個月大概可以攞到11600蚊。呢個數係固定嘅，保證終身。好處係唔使煩，完全無風險。壞處係由55歲到65歲呢10年間，佢筆錢如果只做定期，可能升值得冇咁快，而且佢錯過咗呢10年嘅扣稅機會。方案2，佢選擇私營延期年金，佢由55歲開始，每年供20萬，供5年，總共供100萬。因為佢仲有工作，每年可以盡用6萬蚊扣稅額。假設佢單身，雖然供20萬只扣到6萬，但如果佢分開幾份細單買，或者同老婆一齊規劃，可以扣得更多。供完5年之後，讓筆錢喺保險公司滾存多5年，到65歲開始攞錢。私營年金可能會話俾你聽，預計每個月可以攞到6000至8000蚊不等，視乎非保證回報，攞20年。雖然每個月攞嘅錢可能冇政府年金咁高，因為本金只有100萬，但係佢賺咗扣稅，而且如果市況好，紅利派得多，佢隨時有驚喜。最聰明嘅做法其實係方案3，混合雙打。陳先生55歲開始，每年買6萬蚊私營延期年金，純粹為咗扣稅，供到60歲或者65歲退休。呢度佢用盡咗政府俾嘅稅務優惠。到咗65歲退休嗰陣，佢將佢嘅強積金長期儲蓄攞一部分出嚟，例如100萬去買政府年金，即刻鎖定每個月5800蚊嘅基本糧。同時，佢之前買落嘅私營年金開始派錢，每個月可能有2、3千蚊。2條水喉一齊開，一條保證穩陣，一條有潛在升幅兼賺咗扣稅。咁樣嘅組合，既有防守力，又有進攻力，先至係2026退休攻略嘅王道。另外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技術位要提醒大家，就係內部回報率嘅陷阱。好多保險經紀會同你講，哇，我哋個計劃總回報有5%、6%㗎，大家千祈要小心。所謂總回報，好多時係計緊你100歲嗰陣嘅回報。試問有幾多人真係有100歲命？你應該要睇回本期同埋65歲至85歲呢段黃金退休期嘅。如果一份年金要你等到90歲先至回本，即係攞返嘅錢等於你俾嘅本金，咁呢份年金就冇乜意思啦。好嘅年金計劃，回本期應該喺10年至15年左右，甚至更短。政府年金嘅回本期大約係14、5年左右，即係你65歲買，大概80歲就回本。之後每一蚊都係純賺政府嘅，直至你百年歸老。私營年金如果非保證部分多，回本期可能會再短啲，但也可能因為派唔足紅利而變長。所以睇建議書嗰陣，一定要叫經紀打印由悲觀情景，即係最差情況下嘅數據俾你睇，唔好只睇樂觀嗰行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心態上嘅調整。
好多人覺得買年金係將錢俾人管，感覺好唔實在。但我哋要明白，退休之後，我哋嘅理財能力係會隨住年紀下降嘅。70歲嘅你可能仲好精靈去炒股，但85歲嘅你可能有認知障礙，可能手腳唔靈活，甚至連去銀行簽名都手震。到嗰個時候，你仲有無能力去管理幾百萬現金？定係你想每個月自動自覺有錢入落戶口，唔使你煩？年金其實係買緊一個未雨綢繆嘅管理服務，特別係對於一啲仔女唔喺身邊，或者唔想依靠仔女嘅老友記，年金係你最有尊嚴嘅依靠。再深入講下兩公婆嘅聯名效應，如果有啲夫婦年紀相差比較大，例如老公60歲，老婆50歲，咁個策略又要唔同。老公可以先買政府年金，因為年紀大，年金率高啲，即刻有錢收。老婆就應該主力買私營延期年金，因為佢仲有10年8年先退休，利用時間複利效應去滾大個本金，順便幫老公扣稅。等到老婆60幾歲嗰陣，老公那份政府年金可能因為通脹覺得唔夠使，呢個時候老婆份私營年金就可以接力，開始派錢，補充家庭收入。呢種接力棒式嘅買法，可以令家庭現金流更加平滑，唔會出現斷層。仲有一點好現實嘅，就係資產審查。如果你打算攞長者生活津貼，你要留意資產限額。政府年金有個好大嘅着數，就係佢嘅投保額，喺計算長者生活津貼資產審查嗰陣，係有豁免或者寬限處理嘅。具體來講，政府年金計劃嘅投保金額唔會計入資產，但係每個月派俾你嘅年金收入就會計入每月入息。呢個分別好大。假設你有50萬現金，呢50萬係資產，可能會令你爆額攞唔到長生津。但如果你將呢50萬買咗政府年金，這50萬資產就消失咗，變咗做每月幾千蚊嘅收入。只要你嘅總資產同入息唔超過限額，你就可以攞埋政府幾千蚊津貼。即係話，將現金轉做年金，隨時係你攞福利嘅入場券。這一招資產轉移大法，係好多基層或者中產家庭必學嘅財技。不過都要提醒返，政策隨時會變。做決定之前最好問清楚社署或者年金公司嘅最新指引。最後，我想總結一下2026年退休攻略嘅幾個重點，大家記住呢幾句口訣：第一，核心保本用政府，扣稅增值揾私營，唔好二選一，最好係兩樣都要有，視乎你嘅年紀同稅務需求去分配比例。第二，流動現金要留守，切忌全副身家投。年金係好，但係鎖死資金係大忌，一定要留足夠嘅應急錢同醫療儲備。年金只可以用閒錢或者預計用嚟做生活費嘅錢去買。第三，夫妻同心計合賬，資產互補長短棍，利用夫婦合併報稅同埋年齡差距做接力部署，設定好身故賠償受益人，保障剩低嗰個有錢開飯。第四，鬥長命係偽命題，鬥無錢先係真恐懼。唔好再糾結早死蝕底呢啲問題，你要驚嘅係你95歲仲好精神，但係戶口得返個零。年金係用嚟買美門嘅保險。第五，睇清條款咪亂簽，悲觀情景要預算。私營年金個個都話派得好，一定要睇保證金額同回本期，唔好俾啲非保證紅利蒙蔽雙眼。各位朋友，退休唔係講玩，係講緊未來20-30年嘅生存問題。計錯數真係冇得反轉頭。你今日做嘅每一個決定，都影響緊你20年後係食鮑魚定係食麵包。我希望今日呢條片唔單止係講產品，更係俾大家一個全新嘅退休思維。唔好人云亦云話年金呃人，亦唔好盲目相信經紀話年金係神藥。佢只係一個工具，用得好，佢就係你晚年嘅守護神；用得唔好，佢就會變成你嘅財政枷鎖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或者解開咗你對年金嘅一啲誤解，麻煩你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將呢條片寫俾你身邊準備退休，或者正喺度猶豫緊買唔買年金嘅朋友。
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年金嘅問題，或者想分享你嘅睇法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哋一齊討論，一齊為優質退休生活做好準備。記住，錢係賺嚟用嘅，但更加係賺嚟令自己安心嘅。做好配置，你就係自己嘅財神爺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